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天同的时间呢，我和咱的好朋友测评。今日我带大家做运动，活力有氧。第一下我等动作会有速还有方向的变化，可以训练你的手脚协调性还有方向感。轻快跑嘅，咪可以帮你的心肺功能越来越好，心情咪会越跳越欢喜哦。大家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哋开始嘅哦。一开始我都要学嚟做暖身，用暖身打运动的时间，我们出爽啊哈！右脚踏步不矮哦，抬头挺胸，肚子竖起来，来踏平铺，右竖起，两技术向下。等好，请侬拿过来哦，向下，跳起，记得跳起，跟跳向后背转，向前面转，来脚脚，一边两个。一个两个哦，两个，一个两个，再摆，两个，添埋一个，踏平铺，了，慢慢的鼓下来，手表7条风，安尼会较轻松一些，不然我纯粹的哈。鼓下嘅时间要记得喷气，手来吸气，再来吸嘅，4、3、2，停顿莫痛哦，右片跟头压下去，本片左片压下去，再摆右片，左片。过到中间，身体慢慢的铺背放起来，温柔擦下，再摆上来，擦下，另外一摆慢慢的上来，手收起上，吞起，收起，吞起，再几度好诶，踏步右脚。等暖身做多一片，更加就做主运动的哦。等一下就会右片压脚压膝的，此刻呢，头等来看下做哦。4、3、2、1，稳片，再一个，要压过来嘛，踏步右脚，等一下就4的压脚会变3的方向，会前面。顺风，后背都好绕一个半圆，按样来做啊？可能做一半啊，做慢的好，做慢一些分开。不用前面，不用顺风，不用后背，踏一步，不用前面，不用顺风，不用后背。你都要记得，你脚出一个圆规有嘛？出一个圆规，你绕一个半圆，同样脚出一个圆规，你绕一个半圆。唔可以弯脚个，翘一个脚，绕一个半圆哦，安尼清楚嘛？安尼此刻哦，开始哦，再一摆，前面顺风后背，前面顺风后背，前面顺风后背。踏步右脚，你啲转的时间唔係用你的腳硬轉哦，唔係哦，係用你的腰位去帶哦，係用你的腰位去帶。安尼較唔會錯鬆哦，主要係用你的腳硬轉，安尼個腳嗰個扭到腳哦，哈，安尼清楚哦。再擺次看哦，準備哦，5、6、7，都係安尼。
越做越轻松了哈。提慢，踏步右脚，下一个动作，踮脚，轻简单，踮出去，来踏步右脚，强用做100慢的分开，1步、2步、3步、4步，踮出去，踮前面，后背，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，加一些。后高脚脚，等下第2个动作要加强下，踏步右脚，得做迄踮脚，做2个脚脚，再往偏做踮脚，再做2个脚脚，此刻呢，准备开始。脚脚，踮脚，脚脚，踮脚，脚脚，哇，怪好哦！呼呼，今晚100多好诶，他感觉安厉害啊！踏步右脚，做得咯，跳得真好哦。2个动作加强下，第1个动作有冇圆规老板眼？第2个动作都会踮脚。此刻呢，准备，来，他今日疼痛右脚踏步哦，5、6，开始哦，压脚前面，顺后，后背，踮脚，脚脚，踮脚，脚脚，踏步右脚，按你做得错嘅，再100都可以，他今日真厉害哦，5、6、7。其他人过来哦，要做的都一顿动作做好哦哈。踮脚，脚脚，踮脚，脚脚，踏步右脚。下一个动作嘅哦，准备哦，就要做慢步恰恰恰，慢步恰恰恰，慢步恰恰恰，记得吗？踏步右脚，前面要走，交叉要走嘛。强用右脚去左撇，左脚去右撇，要去做慢步恰恰恰哦。此刻呢，慢步恰恰恰，都係安尼。踏步右腳，健剛我對恰恰恰，比起來，出條嘅用比起來哦，安樣比啊？比100分看咯哈。慢步比起來，慢步比起來，有看到比起來嘛？啊，有看到嘛？你嘅雙腳一純切，腳無過唔怕，大咩唔怕，唔過你嘅雙腳一純切，你又真好看嘛？又像條一樣嘅嘛？此刻呢，他看你看此刻呢哦，準備慢步，先做一個比起來，啊，幾好幾好幾好，踏步右腳。甲動作加強下哦，踮腳到慢步比起來，準備哦，5、6、7，腳腳踮腳，腳腳慢步比起來，踏步右腳，從頭開始，此刻呢，壓腳。準備好，5、6、7，開始了哦。踮腳，叫起來，踮腳，叫起來，得慢步要比起來嘅哦。踏步右腳，係，哈哈，我跳嘛，來，踏步，踩台式向前面，跳台去，跟跳去，呼，停落嚟做
搞茶，嘿，搞茶，又去搞茶哦。他扶右脚，嗰時我哋兩個動作都會搞茶，慢步比起來，比起都出隻搞茶做踩台式，此刻攏係睇緊你輕厲害，已經可以嘅。我哋向下來做，準備，5秒慢步，比起來，搞茶踩台式，過後從頭。出隻做，試看哈，點腳，點腳，慢步，比起來，踩台式，蹬出去，身體要出去，冇休息咯，再擺，呼呼。點腳，忍耐一下，哈，訓練他緊你的體力咯。慢步，腳會比起來，踩台式，加油，我做他的，我們要休息的。他不右腳，啊，個甜哦，所以，所以，陪佢，啊！哋人太巧誒，你要休息一下。啊，跳起，加跳起，啊！大口，跳起哦，哈！呼！啊！哋所以上來，再擺，陪佢下去。嘿，蘇州那一個太巧誒，看到冇？好，啲要調整個呼吸哦。所以上來，今天要打開來。所以上，陪一下，所以上，陪一下，天慢一擺，所以陪一，再一擺，所以陪一。好多動作睇緊你好唔好嘛？接到一睇到時實啦，好新嘅動作嘅喲。一開始我哋學嚟做暖身哦，暖身輕鬆腰，有運動暖身，嚟看有冇出爽哦哈。睇到有個踏步。抬頭挺胸，肚臍記得豎起來。來踏平鋪，一開始慢慢地做都好，唔是按關鍵咯哈。來右手拿出去，隨後一轉出啦哈。讓技術向下，再試嘅，豎起當空。用輕用拿過來，讓技術，跟條氣後擺轉，轉來前面，來腳，四個不要腳起來，輕用腳起來，一片腳亮的哦。再試嘅，記得一條氣啊哈，慢慢嚟顧下來，手邊切條空，顧下嘅時間一條氣，盤氣，殺氣，盤氣，殺氣，不能全出咯。我哋再試嘅，3、2，木頭。來右邊跟頭凹下去，左邊，右邊再一擺，左邊，骨到中間，身體慢慢地放起來，腹部放起來，慢慢地下去，再一擺，慢慢地放起來，回去下，天慢一擺。收起上來，盤起下，收起，盤起，天慢一擺，來右腳踏步，
等两身做多一片，身体有热起来嘛，绝对要做做运动的啊哈。来，右脚去小踏步哦。等下就要向上扑，两脚上面哦，看来做哦，1、2、3，两脚上面向上扑，两脚上面1、2、3，quay好都係呢。好了，踏步右腳，等陣數，你繞太陽拳呢？繞太陽拳呢，有看到嗎？半夜，繞太陽拳呢，在半夜。數頓腳，向下來做刺砍哦。準備，上鋪，1、2、3，半夜，繞一拳，半夜，再一擺，繞一拳，半夜，還有哦。踢埋一擺刺砍哦，不要亂騰嘛。1、2、3，踏步右腳，可以哦。來，前面踩台膝不矮，嘿，不能順側，再來，3、2、1，兩腳踏緊你都冇問題錯嘛。等下我頓可能打着做半看咯，不是嘿兩腳，等下我邊腳提起後背，嗰時候就水比起來，腳提起後背比起來。有看到嗎？腳提後背比起來，等下等動作會變安尼哦。試看哦，右腳要打交叉，右腳去左邊，左腳去右邊。準備，5、6、7，可以嗎？交叉，再做一擺試看哦。開始哦。哎，右腳去左邊。左腳去右邊，再試誒，上面身體要放起來哦，唔可以撲背哦。踏步右腳，從頭開始，兩個動作加強下，準備向上撲兩腳哦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腳交叉，比起來，後背腳側側，冇個唔怕，唔該腳側側。踏步右腳，再次看哦，加油哦！向上鋪開始，還有交叉比起來，踏步右腳，下一個動作嘅哦，等下隻腳順風點出去，順風。點腳，腳側側，順風點腳，加速，強速強腳，啊！踏步，頭當下等下一片嘅，等下要做上面，踏步兩步，再彎腳，上面，踏步兩步，先看來做一擺，注意看哦，一個，兩個。上面踏步一個，兩個上面踏步，有看見嗎？可以把都可能放下來哦。再一擺，手腳要綁上來嘛，要側側嘛。嘿，兩個強度踏步較強哦哈。呼，跳起哦，踏步右腳，唔可以差哦。今仔交叉比起來，多啊的點腳，有記得嗎？得刺看哦哈。5、6、7，比起來，點腳上面要記得踏步哦，上面踏步右腳，改好，再刺看哦，比起來哦。點腳，踏步兩個，啊，夠厲害！從頭開始，刺看哦，來，再一擺，
再一摆，可以哦，准备哦，向上扑，比起来腳交叉，踮腳上尾，我記得要上尾哦。踏步右腳，下一個動作，強用每先向上撲步愛，注意1、2、3，上面壓腳，1、2、3，上面壓腳，更加啊對對，踏步上面變開腳，開合合，1、2、3，變腳腳上面，1、2、3，腳腳上面，啊得做變化的哦，此刻呢哈，蹲踏步。變開腳，蹲腳腳，變壓腳，來準備，5、6、7，開合合，腳打開來都一樣，好向上撲，腳打開來一樣上撲，一樣沒彎腳，錯嘅也係開合合位置步做變化，1、2、3，腳起來。1、2、3，腳起來，踢慢一個，踏步右腳，呼，啊！得兩個動作加強下練習一下，從踮腳好嘛？啊！得從踮腳個到開合合，此刻呢，準備上面踮腳，上面兩個一個踏步，上面兩個開合合，上面。強用咩腳腳上面，有發現嘛？啊，都喺上面，踏步右腳，嚇，全部都喺上面哦。在此刻呢，5、6，踮腳上面，踏步，開合合上鋪，腳上面，上鋪，腳上面，啊，幾好都係安尼。我聽嘛，嗱，嚟縮起一下，盤起，縮起，盤起，可以從頭開始嘛。此刻呢，準備哦，5、6，向上鋪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交叉比起來。踮腳，上面兩個一個，上面兩個開合合上鋪，開合合，再一擺從頭開始，呼，比起來記得交叉。隨風踮腳。上面，隨風踮腳，開合合，呼，加油加油，要做得的，啊，踏點，不用輕鬆，呼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輕輕的做，起頭不用輕鬆哦。起手，盤起，上起手，盤起，嚟右手到左片，停一下哈，彎片，左手到右片，停一下哈，中間手到中間，唔太翹誒，上起手來，不用下來，上起手。盤起下，收起手，盤起下，提埋一擺收起手，盤起下。這邊嘅動作，他跟你跳到樣嘅呀，有流汗嘛，心情又越跳越歡喜嘛。人家嚟疼痛來做，我們身體會越來越健康，心情會越來越好哦。挺痛，我哋下次見。